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3號。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地方債。我記得前2天咱們聊過一個地方債，也就是現在各個地方缺錢，這個債給人感覺是越畫越多。今天為什麼繼續聊地方債呢？是因為這個南方周末他刊登了一篇報道，關於地方債的，對吧？這些正規媒體的報道那可信度會更高一點。它這個標題就很有意思，標題就凸顯了這個地方債的緊急程度、危急程度。南方周末這個標題叫地方債拆彈，阻斷一地風險向全省蔓延。他用了拆彈這個詞，想必很多人都看過電影，什麼拆彈專家是吧？拆除炸彈呢，定时炸彈，地方債变成了定时炸彈，要拆彈。如果不拆彈的话，对吧？也有可能從一個地级市、一個縣城向省裡蔓延，对吧？阻斷一地風險向全省蔓延。那從省裡蔓延，那當然也可能會到全國蔓延，不就這意思嗎？所以現在到處在拆彈，在滅火，很多地方這個地方債的風險已經暴露了，趕緊要拆，否則可能會炸響全省，各個省一炸響，那全國地方債就爆了就這意思我們看看南方周末他怎麼說的南方周末他採訪了很多人這裡面都是化名說每天醒來一睜眼就是還錢。楊玉在北方某省一家縣級城投負責投融資業務，還錢是日常工作裡最令他焦慮的事。幾年前，公司數十億元應收賬款無法收回，還款壓力陡增，騰挪無果後，債務開始逾期。原來他也是應收賬款暴雷對吧？就應收賬款回不來，扛了幾年還是要報。一段時間以來，他疲於應付各類上門的債權人，東拼西湊還錢。更棘手的是，多家金融機構因為恐懼風險，正在撤出當地市場，減少了資金投放。金融機構不支持，債務就不能接續，舊債還沒還，新債又到期，就像石子落入湖中，盪開的層層漣漪。債務違約帶來的信用風險會從一家公司蔓延至整個區域，導致其他城投也面臨融資困難。上海一家融資租賃公司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過去幾年公司風控趨嚴，出現過債務違約的地區基本不能和當地城投開展新業務。你債務一違約，當地的所有的城投都借不到錢，叫一損俱損。評級機構聯合資信研報介紹，他說2025年1到9月，多家城投票據出現逾期，涉及11個省級行政區，逾期數量排名前5的是山東、雲南、河南、貴州、重慶。票據是城投常用的融資工具，它的逾期會令整個區域的信用拉響警報，這個叫麻繩專挑細處斷越渴越吃鹽。你這些地區一旦債務違約或者票據違約逾期，那麼你融資功能馬上就要下降，你更借不到錢，越借不到錢是不是越沒錢還，越要逾期，越要暴雷。全国1/3的省份出現這種情況，什麼概念？票據是城投常用的融資工具，它的逾期令整個區域的信用拉響警報。北方某省一位財政系統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上海票據交易所每個月都會公布逾期名單，金融機構會將其視作區域資金投放的重要參考指標。也就是你這個縣或者你這個市有一個城投票據違約逾期，那資本市場就視同你這個地區不行了，拒絕投放，拒絕在這個融資2011年，巴菲特在致股東的信裡形容，信用就像氧氣，当它充盈時，沒有人會注意到它的存在，一旦緊缺，就成了頭等危機。地方化債要遏制增量債務，更要保占存量債務的平穩接續，信用風險的修復至為關鍵。這考驗地方政府拆彈的方法、技巧與耐力。202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積極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優化債務重組和置換辦法，多措並舉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經營性債務風險。風險會傳染，城投是地方政府成立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承擔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和建設職能。多年來，它成為地方政府借債通道。
因此也被稱為融資平台。城投借債分為3種：發行債券、銀行貸款以及融資租賃、信託等非標準化產品。其中非標利息最高，也是違約的重災區。根據標普評級研報，2023年城投非標風險事件創歷史新高，2024年顯著減少，共發生63例，含違約風險提示，主要集中在山東、陝西、貴州、雲南、河南。但城投面臨信用風險，金融機構往往嗅覺最靈敏，反應最迅速。債務違約初期，信貸資金的流入會明顯放緩，宛如水龍頭開始被擰緊。但信用風險進一步暴露，即便具備較高風險承受能力的金融機構，也不願再以身犯險。北京一家私募機構員工告訴南方周末的記者，公司一直有配置城投債的需求，但对于出现大面積債務違約地區，只能走訪和了解，無法實際開展業務。現在公司是風險厭惡型，力求穩健。對於城投負責人來說一開始會疲於應對到期債務，後知後覺才發現信貸資金的水不再流入了。同地區大多城投也會排隊無果，空手而歸，借不到錢了，沒有水流入，那只能等着爆啊。對於城投負責人來說一開始會疲於應對到期債務，後知後覺才發現信貸資金的水不再流入。在北方某地財政局工作多年，宋亮卻沒接觸過城投業務，直至前幾年被調到化債專班，他才逐漸明白其中的邏輯與風險。當地城投債務違約後，宋亮的電話被打爆過，金融機構、個人投資者都在找他，哪怕是半夜，有的債權人打過來一聊就是1個多小時。他開會時掛掉電話，還被人投訴到12345政務服務熱線。宋亮回憶當地償債風險最大時，風險評級被金融機構調高，城投到期債券無法借新還舊，只能硬着頭皮還錢，資金極度緊張。即便幾年過去，風險仍未消除，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在當地的新增資金投放量還在減少，銀行不給你這地方貸款了，全面窒息信用風險剛出現時，就必須全力填補缺口，不能給他任何擴散的機會。宋亮和同事們事後才意識到，如果一開始不重視，讓信用風險蔓延，信貸資金回撤，會引發連鎖反應，造成更大的風險。所以這叫拆彈上千公里外的曾桓曾經經歷過相似的困境。作為南方某省一家市屬國企的高管，他曾在當地一家城投任職。幾年前，前東家開始出現債務違約，後續情況愈演愈烈，最終影響了整個地區的融資環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債務大面積違約階段，多家金融機構找上門，訴求高度一致，要盡快了結債務，無論是打折清償還是其他方案，只希望在可接受範圍內快速處理。面對龐大的債務體量，短時間能結清的欠款寥寥無幾，除了合同約定的付款日，中秋和春節也是還賬的時點。每到節前，總會接到大量陌生催債電話，辦公室也常有從各地趕來的債權人訴說難處，有人來便會聯繫財務，盡可能付點錢，幾萬塊也行。直到從城投離職，他才鬆了一口氣，終於過上了一個沒有催債電話的春節。可他如今任職的企業仍受前幾年區域信用風險蔓延的影響，融資未能恢復正常。目前主要的貸款業務還是依賴省內的銀行，也就是城商行你想從這個國有大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貸款很難，你只能從城商行。那城商行哪有錢呢？左口袋倒右口袋。在《基層中國的運行邏輯》一書中，作者聶輝華向30餘名縣委書記和縣長了解目前最大的挑戰，借債就是其一，僅排在招商之後，招商排第一，借債排第二。就是縣委書記你现在最大的任務是幹什麼？一個是招商，一個是借錢。談論地方債風險時，一個常見論調是債務規模越大，發生風險的概率越高。然而2024年地方債務情況顯示，這並非事實。根據企業預警通數據，將地方政府債務與城投有息債務相加計算，2024年地方債規模排名前3的省份是江蘇、浙江、四川，債務量分別是13.5萬億、11.57萬億、8.37萬億。
作為參考，西藏的債務量僅1901億元，江蘇、浙江啊，這個負債更大，西藏只有不到2000億負債。以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加城投平台有息債務除上一個 GDP 的方式啊，計算負債率，就是当地的 GDP 啊，你的負債除 GDP 在百分比啊。2024年負債率前3的地區是天津、貴州、四川。然而，在31個省級行政區中，並不是這些省份的債務風險最高。這個好理解對吧？你借的錢多不怕，那你賺的也多啊，你的現金流大對吧？你每年有大量的錢進來，那你有大量的錢出去也很正常，也就是你還得起利息，還得起這個一部分本金。你雖然借的少，但是你連利息都還不起對吧？你這個地方財政就沒有收入，當然也暴雷啊。所以說啊，不是說這個債務越高它的風險就越高，不一定。有的你看債務並不大，幾千億它也暴雷。標普信評研報顯示，2024年至2025年1到5月，非標風險主體主要位於山東、貴州、雲南、陝西、河南。前述聯合資信研報顯示2025年1到9月，城投票據曲線逾期數量前5的地區是山東、雲南、河南、貴州、重慶。可見債務規模和債務率不是導致風險的最關鍵因素，觸發債務違約核心條件是流動性危機。當一家城投收入下滑、資產貶值且難以新增融資時，便會爆發流動性危機，也就是現金流斷了，進而導致債務違約。其中區縣級城投財力最弱，更易導致風險。標普信評報告介紹2024年山東部分區域區縣級城投屢次發生非標風險事件，區縣級平台數量較多，分布廣泛，高成本債務疊加監管加強，導致非標融資渠道收窄，加劇了多地流動性風險。所以說現在網上有很多傳言的吧，網友留言呢，山東公務員發不出工資，看樣子不是空穴來風啊，這山東這個非標債務風險這麼大對吧？票據逾期，城投沒錢呢，暴雷了，那整個地方对吧？山東各個地區啊，各個縣市那資金是繃得緊緊的，繃得緊緊的就有可能公務員工資沒有辦法按時發，得拖，這是正常情況啊，大家應該能想到。所以2026年只會越來越嚴重啊。2024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張傑刊發了一篇有關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論文，他的團隊實地走訪了多個地區，訪談了10幾個區縣的財政系統負責人，文中得出了一個基本結論：當前中國地方政府財政運行呈現出省級政府相對穩健，地市級政府基本維持，縣區級政府困難凸顯的基本狀況，這使得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呈現出省級層面總體基本可控，地市級層面大多可控，縣區級層面風險較大的基本特徵。其實這個特別好理解就你越往下層政府你要到村一級那更完蛋，因為你越往下一层政府，它腾挪空間越有限了，对吧？你越到下一层政府，基层政府，它是一個缸一個蓋子，沒蓋子那就是沒蓋子。那往上一層政府呢，對吧？比如說村一級政府就基层政府村裡面呢就一個缸一個蓋子，到了這個鎮上變成2個缸一個蓋子，你到了縣裡面呢變成3個缸2個蓋子，你看看對吧？這3個缸2個蓋子，你耍起來就好耍一點了，它這個難度比2個缸1個蓋子要小得多，那比1個缸1個蓋子，對吧？那更小1個缸1個蓋子你就爆雷吧。這也是體現在為什麼很多村鎮銀行被上一級的城商行收購合併吸收，就這個道理騰挪空間會大一點。無論是從顯性債務還是隱性債務來看，中國的縣區政府已經成為債務風險最為集中、最難以解決的關鍵之所在。無論哪個國家行業，流動性危機一旦發生，便容易向外蔓延。上海一家資管機構債券研究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近期有的地產企業債務展期，雖然公司未涉相關業務，也在全面排查地產債的風險。2023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年度股東大會上，投資者第一個提問是關於倒閉的硅谷銀行。他問道，如果儲戶存款沒有得到賠償，美國經濟會受到什麼影響？那後果是災難性的。所以硅谷銀行的儲戶得到了賠償。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有規定，賠償限額最高25萬美元。在巴菲特看來规定是死
死的，美国政府不可能死守这個條款，眼看着經濟陷入混亂，也就是美國啊，它的銀行還是要救，你不救的話，它會傳染，對吧？一旦大家信心失去啊，那都跑到銀行去提款，那銀行都得倒，流動性危機嘛。所以一旦有這個苗頭，你看無論是美國還是瑞士，對吧？哎，都是馬上出手，就是銀行這塊啊。當城投出現流動性危機時，地方政府的態度、策略及財力成為決定風險是否蔓延的關鍵變量。例如江蘇 GDP 全國第二，地方債務規模全國最高，但城投較少發生風險事件。前述上海的融資租賃公司員工長期負責江蘇地區的城投業務，在他看來，江蘇化債採取了全省一盤棋的思路，不會允許個別區域融資平台違約影響區域金融環境，城投還不上錢就打報告，省市會盡力協調資金。江蘇2024年上半年預算執行報告中寫道，對存量債務規模大、負債率高、兌付期集中、資金鏈緊張的融資平台實行一戶一策指導，可設立債務風險化解基金或周轉金，確保融資平穩接續。江蘇一家縣級城投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當地政府融資平台設立了紓困資金，但公司一直沒有用過。地方政府的化債能力與態度也影響着金融機構的抉擇。2025年下半年，南方周末記者在多地採訪中發現，資管公司、私募、券商等金融機構對江蘇的融資平台保持着濃厚興趣，希望開展新業務。前述上海某資管機構債券研究員表示投資江浙地區城投債時，可將範圍下沉至區縣級融資平台，而在有的地區只能選擇市級平台發行債券。全省一盤棋亦契合中央化債政策走向。實際上這個按照我的說法，這種全省一盤棋的化債只不過是把風險往後累積沒有什麼辦法的也就是它解決不了問題，它只能是往後挪，讓它現在不要爆。其實這個道理跟那個恆大、碧桂園、融創是一樣的。恆大為什麼能做這麼大，就是因為它在全國範圍內調集資金，這叫全國一盤棋，對吧？像恆大這樣的這個全國性的房企，他們這個資金使用、融資借債都是總公司負責，統一調度。為什麼？就是把資金效率用到最高，對吧？哪地方缺錢，光從總部把錢就打過去，然後立馬又抽走，全國的錢抽到總部，也從總部往各個地方，哪地方這樣打時間差。這就屬於咱們說的本來全國你這個地方是一個缸一個蓋子，那個地方是一個缸一個蓋子，它把合到一起就是10個缸7個蓋子，對吧？如果每個地方是一個缸一個蓋子，恆大把它合到一起，10個缸10個蓋子，這時候就發現太輕鬆了，所以它就變成10個蓋子沒多它加了5個缸，15個缸10個蓋子，它也能耍得好，就這個道理這叫全國一盤棋，全省一盤棋。那最後恆大不也爆雷了嗎？所以這跟你一盤棋不一盤棋沒關係，對吧？你得要知道這個債務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核心，對吧？你這個債務是怎麼來的，然後最後你怎麼就沒還，錢去哪兒了？這就是為什麼那些爛尾樓的業主他要問開發商、問銀行、問政府的問題我錢交給開發商了，為什麼他爛尾了？錢去哪兒了？不就這意思嗎？那你這城投借了錢，錢去哪兒了？你這些問題不解決，你老說一盤棋這兒缺錢，我從那兒調錢過來，不讓你違約，你這麼來回倒，拆東牆補西牆，無非就是延緩嘛。因為這個窟窿越來越大，你總有填不上的時候，就像恆大一樣爆雷，就像萬科一樣，對吧？你得知道債務怎麼形成的，所以這個跟什麼全省一盤棋沒什麼關係，全省一盤棋只是延緩，對吧？把本來今年報的給你拖到後年，報一個更大的，說省負總債总责，市县盡全力化債，這11個字的原則，此後頻繁出現在地方政府的表態中。例如2024年8月，湖南省財政廳一份報告寫道，建立健全全省省負總責，市县盡全力化債的工作機制，統籌用好財政、金融、國有資源，確保債務不爆雷，資金不斷鏈。你看看現在爆雷這個詞頻繁出現在政府報告、什麼央行報告裡面，可見爆雷已經深入人心了。當一地出現信用風險，省级政府是否出手力挽狂瀾是關鍵变量。你越來越多的地區爆雷，你省級政府有那麼多財力去力挽狂瀾嗎？區縣融資平台借新還舊已是不易，為新增融資，他們謀求與省市國企合作，但因缺乏優質資源，往往談得多落地少。宋亮也坦言，與多家銀行洽談債務置換時，具體方案需報銀行總行批准，單靠一個城市的資源去協調化債，
勢單力薄。2023年底，國務院办公廳印发通知，10個省份和1個地區將試點專項債項目自審自發，審核權將下放至省級政府。專項債是地方政府債券的主要類型，此前需報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共同審批。根據財政部數據，2025年9月，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54億萬元，專項債佔到了68%。自審自發後，省級政府可以將債券資金向償債壓力較大的縣市傾斜，成為省負總責工具之一。這個地方政府發債啊，也不是無限的，对吧？這麼發下去，它也發不出去的時候。一位研究城投轉型多年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維持信用體系，有的地方就能慢慢置換掉高息債務，平穩落地。如果爆發了流動性危機，融資困難，為維持運轉，部分城投只能舉借更高息的債務，風險擴大。一位朋友在中部省份做資金拆借，與城投有業務往來，10餘年來資金成本高到像放高利貸一樣，人們也會憂慮上級政府的救助是否會引發道德風險，形成兜底的錯覺。城投被救助是要付出代價的，可能是割肉處置資產或處理相關責任人。橋水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對冲基金公司，其創始人達利歐在債務危機中表示，重大債務危機期間如何處理道德風險是決定危機演變的主要因素。無序借貸導致了危機，相關借貸者自然應該承擔後果，政府也應收緊借貸標準，大力加強市場紀律。但只是這樣做，就像要求一個肥胖者在心臟病發作後立即節食和運動。最要緊的是為重要性機構輸血，使其能夠生存下來。此時援助過多要比援助過少好很多。風險緩釋後還要降成本。不過省負總責的目的是確保債務平穩接續，而非消滅債務。如果以剛性清償方式壓降債務餘額，短期來看債務規模會下降，卻也削弱地方政府依托債務形成的基建投資與發展經濟的能力，經濟增速可能會更加下滑。這種剛性化債不僅沒有化解風險，反而會擴大風險。所以目標是壓降風險，而非壓降規模。當流動性危机度過後啊，城投的關鍵任務是調整債務結構，降低付息成本，壓縮高息的非標債務規模，將新增融資轉向貸款和債券。西部某省一家市級城投的中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高峰時非標融資占公司債務1/3左右，目前少了，利率最高的定向融資產品大部分已經處理完畢。金融機構對收益有多敏感？临近2025年年底，在江浙地區一家融資平台如金融機構見面會上，公司負責人寒暄之後談到即將發行的一支債券，希望在座的機構給予支持。南方周末記者在現場看到，得知較低的發行利率後，會場突然安靜下來，沒有機構再接過話，金融機構也在承壓。根據金融監管總局數據，2025年前3季度，商業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1.9萬億，平均資本利潤率為8.2%，較2024年同期下滑0.6個百分點。什麼意思呢？這個想得很美啊，也就是說，你看啊，用這個地方債，就是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可以發債，中央政府給每個省级政府一定的額度，說你可以發1000億，對吧？你可以發1萬億債，這個省级政府就把這個額度給到各個市縣。問題是你地方政府發債，你去用這個債不是利息低嗎？你用這個去置換那些非標債務，那非標債務這個年化恐怕的10%、10幾的利息，你這想法是好的，對吧？用低息的換高息的，用這個長期的換短期的。問題是你要從市場規律來看，它那個高息債務是怎麼形成的？就它為什麼會有高息債務？那一定是它借不到錢了，高風險高收益，說明他借到的那個高息債務，說明它風險很高了，對吧？那個銀行是不會借錢給他的啊，基金也不會借的，這會变成誰啊？信託，信託一看這風險大也不敢借了，這會變成什麼呢？變成各種拆借，跟企業之間借，還有私募，高風險高收益。那你這種高風險高收益的，你去發債也很難發，然後你還要利息低，所以金融機構就不會接，你這個債務賣不掉，就這意思。沒有免費的午餐，沒有既要又要。所以你看啊，這是南方周末的報道啊，它後面還有什麼風險緩釋後還要降成本啊，這個然後就修復信用體系。南方周末的這個報道其實讓我們知道了啊，這個目前地方債到什麼地步了，感覺是在引爆的前夜，因為他說的這些化債方案那都是治標不治本，那也只能是延緩，對吧？把本來24年要報的
的延到了25年，25年要报推到26年，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債務怎麼形成的？你看看啊，這些城投借了錢沒錢還，他借了錢幹啥去了呢？按道理不應該的吧？你城投借了錢，你投哪兒去了？為什麼沒有回頭的錢？為什麼沒有形成現金流？你這個問題不解決，你給他投多少錢下去，他不都是扔了嗎？所以說城投他錢去哪兒了，對吧？大山裡面的宏偉工程，那些廣場上的仿生椰子樹，老幹部療養中心，然後仿佛被刨開的城市的馬路，永無止境的在修的那些公園，河道裡面貼瓷磚，那淨幹這些事了，那當然沒錢還了，這錢扔下去就沒有了，他怎麼還？他形成不了現金流啊！即便有這種有收益的項目，中間也有吃拿卡要，對吧？揮霍，對吧？你就是把那個景區啊鋪一個圍牆，讓他收費，他都能賠錢，對吧？你把這個大馬路劃出停車位，讓他收費，他還能賠錢，那你說你這所有的投資都是沒有正向效益，只有負的，投的越多賠的越多。也就是這些問題你不解決，那債只會是越花越多，不可能越花越少的，直到啊全部爆雷，一發不可收拾，對吧？就像一個公司一樣的，當這公司經營不善的時候，對吧？那你要做的是趕緊就是開源節流，就要裁員了，對吧？冗員要裁掉，冗員一裁，你少很多事情，少很多浪費，對吧？有很多人不幹活，還賺浪費，還浪費資源，對吧？還浪費紙呢。學學阿根廷，學一學這個越南，對吧？該裁的裁掉，縮編，把那編外人員清理的清理掉，公務員自己為人民服務，對吧？公務員你不能當老爺，讓請好幾個編外人員在那幹活，你這些問題不解決，化債那就是個口號，就是把雷啊往後累積。哎，這跟房地產是一樣的。房地產問題在哪兒？房地產問題是房子賣不掉，這韭菜不買房，只要韭菜不買房，你任何辦法都是沒有用，你都是延緩暴雷，對吧？它本質是你房子賣不掉。地方債也一樣啊，地方債本質是花錢沒人監管，這個錢花出去有沒有效果沒人管，對吧？這個縣委書記他能弄來錢，不管什麼手段，還是借來的還是怎麼來的，反正是能弄來錢，這就有本事。弄來錢，然後在這兒投資就搞 GDP， 投下去好 GDP 多了。至於這個錢怎麼還，能不能還得了，那你不管，後人再說唄，對吧？我能搞來錢給大家發工資，那你都說我是好。我不僅能搞來錢給大家發工資，我還能給大家發點獎金，那更是好官，大家都拍手稱快。你這花債能花得了嗎？所以說啊，這個南方周末這個報道是讓我們知道了這個地方債現在到什麼地步，對吧？1/3的省份啊都已經摁不住了，有暴雷的風險。為什麼呢？這叫恐怖螺旋啊，加速。為什麼呢？就是你看金融機構一看你這地方哦，這麼多地區都已經票據違約了，逾期，那就不能借錢了。越不借錢，他越違約，越逾期，越逾期，金融機構越不敢給他借錢，他越融不到錢，他也發不了債。發債好歹是要評級機構評級的啊，對吧？你就是形式那也得評一下，越可越吃鹽，恐怖螺旋。所以說窟窿越來越大，一定會爆雷啊！1/3的省份警報已經拉響啊，什麼山東、雲南、貴州，還有河南。2026年啊，一定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我們拭目以待。好，這一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